着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我想那年的志愿，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
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好，咱今仔日咱会当搁一届来到圣殿来上赞咱的上帝吼，咱一起头咱先用这首诗歌咱来学乐咱的主。上帝圣神伫咱中间来运行，互咱会当伫这个所在自由来敬拜吼。来，咱只是用这个经文，咱做伙来用读来。主啊，求你耳康听你的仆人，甲遐以爱敬畏你的名的仆人的祈祷，搁求你，互你的仆人今仔日行通对王得到恩典。尼希米第1章的11节吼来。好，咱来首先，咱来感恩，甲着认罪吼。伊是咱的主是做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吼。独行其事，创造万有。咱嘛爱伫主的面前，咱来悔改认罪。互咱过去一礼拜久内底，咱得失咱的主是得失咱的身躯边的亲人啦、朋友啦等等。咱求主搁一届来怜悯咱三个来开声来祈祷。主啊，爸兄弟，咱来到你的面前，专对都会来你处好意的时候，我们去挂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听他们的天父上帝，阮感谢着你，因为你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你是阮生命的主宰，是阮所有的倚靠。阮来献上阮的感谢，因为每一天天父上帝，你用你满满的恩典来赐落伫阮的身上，也伫阮的工程。咱
我的家庭，也是伫阮或者职场顶端等等，阮在主你，让阮看到是宝贝，你让阮下伫手底内底，互阮一切无夭折，也无滑倒。阮来感谢着天父上帝，你遐尔大的恩典来恩待着阮，总是天父上帝，阮嘛求你来怜悯，求你来知，阮非常的软弱，特别阮伫主你面前，阮实在是无法度举头来夸口阮是啥物，因为阮时时伫迄个所在。夸口的是阮家己所有一切，阮甚至伫迄个所在想要超越着主你，阮拢求天父上帝，你搁一届来赦免怜悯阮，互阮会当真正伫你面前过着圣洁，敢若亲像囡仔一般，会当得到了主你欢喜的人，阮拢恳求天父上帝，你一届一届过来引带阮，你一届一届用你的话语来坚固阮的心，你来保守带领着了阮，阮有影来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来，线接咱来要做这个心情灵医治的祈祷吼，咱邀请主啊，请做咱心灵、心思、意念、身体等等，或者主，互咱将咱的烦恼仰望伫主里，仰望伫主的圣手内底，特别伫咱的身体若有软弱的，伫咱的心灵上受到困迫的，伫咱的事业、咱的家庭、咱等等，咱伫迄个所在拄着不如意的兄弟姊妹，咱会当来到这个所在，咱伫遮好胆讲出来，甲主来求讨，互主来透帮咱，互主来保守咱，抓咱所有的一切过犯。咱只是伫这个所在，上个来开声祈祷。主上帝，阮感谢，阮感谢你创造阮，互阮会当成做你的儿女，阮是何等的有福分的人，阮来献上阮的感谢。伫阮的世情的生活内底，阮知阮面对着济阮出世，甚至到阮最后的路程顶，阮拢有真济的挑战、困境特别伫阮成做人的过程的当中，这个病痛，虽然阮有一个年龄的加添，互阮有真正的软弱，有时阮的心伫个所在冷淡，阮会伫个所在累积，不过阮知主啊，你是阮的信心，你教阮讲，喜乐是你美好的荣耀，要来喜乐伫阮的心中。阮有这种的看见，阮有这种的意念，阮愿意伫你的面前，阮搁一届来交托伫主你的面前，互阮所面对的困境，阮会当一直按照主你阮的计划，阮一步一步对主你的脚步来行。阮相信你要透放阮所有的一切，互阮伫个所在领受着主你美好为阮所安排的恩典。主啊，愿你搁一届来听起阮的祈祷，互阮的所有阮所需要的，主你丰盛供应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因为阮做你向你求讨的，我嘛确信主你要伫个所在来回应着阮，你要来应允着了阮，阮搁一届好胆来到着主你是阮宝座前，主你来开嘴来讲，愿主你听起阮的祈祷，阮有影献上阮的感谢。咱刷接，咱搁为着主日的服侍人员，咱来祈祷吼，咱做伙咱有愿为着咱的牧者、咱的中级会生同工，伫教会事工的顶缘，大家同心合意来按着头前的迈进。咱有今仔日吼，今仔日阁有迄个吴牧师吼，吴英进这个牧师吼，伊有即个香博士吼，伊要带真济诗歌来到即个来上赞主的名，伫即个所在，叫咱有美好的分享、美好的交陪，咱确定我特别为因来祈祷吼。咱也遇到教会的事工，咱教会今年要来修改即个信徒手册吼，咱兄弟姊妹。你有当可能你较无注意到这个，毋过这个信徒手册是咱规个教会运作内底一个规范，互咱来无论伫咱的团契啦、咱教会请款啦各方面，拢有一个因为这个信徒手册已经经过20年啊，经过20年啊，所以讲有一寡可能交现时咱教会运作有一寡落差吼，咱要伫迄个所在有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要伫迄个所在来做这个修正，咱愿这个事工会当运作更较顺利吼，咱会当伫差不多年底也是明年，这个手册咱就当出来，互咱大家兄弟姊妹共做参考啦吼。第二道咱儿童牧区吼，伫头拄已经出来吼，要去龙潭的老李亚卡吼，小前农李亚卡噶吼，伊迄算老李亚卡吼。小前农场来举行这个户外礼拜吼，咱会当为因来祈祷来祝福，互因若做安尼出门平安伫。过程的当中嘛，领受上帝恩典，只要有真好欢喜的心吼，转来路上嘛有主来保守平安，转来到教会。好，咱三个开声来祈祷吼，伊毋是说咱爱求祷了，咱用主祷文来做结束的祈祷。主比天，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着你。
阮感谢主，你互阮有一个好的牧者，阮也有一寡愿意献上家己时间财力的这当当，为着教会事工，阮死所前进，跟对主你的脚步，邀请主你伫阮每一个事工顶悬的参与，互阮的教会所做的会当按照了弥陀的计划持续来迈进，每一个事工拢充满着了会当应神一人的这种的做体验，阮来伫个所在来执行，总是与阮共款无靠起来，阮来求天父上帝，你家己伫这个所在，你来纠正阮，主你来，互阮有好的智慧，互阮有修正的心，阮伫个所在来修正阮伫教会事工顶悬应该爱做的，阮有来献上阮的祈祷，阮也要为着闪博士这是事这因的事工今仔日来到教会，因要用诗歌来上赞主你的名，也要伫这个所在有美好信息的分享，阮求主你家己祝福，也互吴牧师伊家己伫这个所在所做的，真正高举主你的名，应验着主你的祝福加倍伫伊的身上。阮教会做这有一个做信徒做手册的修正，阮也求天父上帝，你互编辑小组，因伫迄个所在一步一步来进行，伫迄个所在收集更较侪的资料，互教会的这事工的运作会当更较有好的 SOP， 互教会所在运作会当更较顺利来迈进正轨，互阮会当真做是一个做应验着主理的教会，阮有影来献上阮的感恩，阮也恳求天父上帝，今日阿甲伯这个做儿童事工，因去到着也外礼拜，阮恳求主理伫这么严重的天气内底，保守这细囝因会当身体伫迄个所在倒好水因着伫迄个所在无受着这重视的这危机啦吼，恳求天父上帝，你也保守这老师伫迄个所在好看顾这细囝，互因伫这活动的过程当中，拢充满着主的恩典，充满你的欢喜，充满着主你互因的笑声，也互因会当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会倒来到着厝体。阮有影来献上阮的感谢，当阮即时要用主祷文，搁一摆伫主的面前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伫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你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繁荣、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恁着俄罗耶和华，着伫上帝圣所俄罗伊，着伫伊权能的强枪俄罗伊，着因为伊大权能的行罪俄罗伊，照伊美妙的权大俄罗伊，分小角俄罗伊，单色单琴俄罗伊，既若有喘气的，拢着俄罗耶和华，恁着俄罗耶和华，做来吟圣诗，圣诗第228首。全地着上主上帝，请起立，念全首。全地着主上帝，出大欢喜的声，恁着因欢喜的心，来呼赛主上帝，唱歌来到伊面前，何乐到伊面前，了在主是咱上帝。
咱做伙来祈祷，全能阁听阮的天父，即时阮用感谢甲敬畏来徛伫你的面前。阮感谢你赐予阮今仔日的生命，甲一切祝福。你是全能的创造主，你用你无限的智慧甲奇妙的计划，创造即个美丽的世界。会用感谢，也感谢你用你的形象造成阮，佮赐予阮对你来听。阮感谢你伟大佮奇妙的作为。你是公平正义的主宰，你的慈悲佮恩典无限，阮学了你的性命。听阮的天父，阮知，阮若无时时认罪悔改，阮就会离开你哪来哪远。阮时常向你求讨，但是阮却无时常谦卑来看阮的罪。求你柔软阮的心，互阮时时来认罪，时时来检讨家己。也求你赦免阮，互阮自私、骄傲、嫉妒、贪心，离阮哪来哪远。全能的天父，即时中东的战争还未煞，求你大权能的圣手，甲你的大智慧，互问题会当有解决，和平紧来到，无阁因为战争甲石油来影响大家的生活。全能的主。阮的国家也因为政治的纷争，和中央政府年度的总预算以及军事武器的采购条例，也停滞入我年的大审。求你赐福伫行政院甲立法院，互两院的沟通甲协调会当顺遂，也赐智慧互每一个委员，互中央政府的年度总预算甲武器的采购有好的结果，互每一级的政府各单位会当紧来运作。互国家社会当正常来运转，所有计划甲工程顺序来进行。听阮的主，阮教会信徒手册有20年无翻新修改，阮也要调整做同工手册甲信徒手册，互教会制度甲流程有永久性甲整体性。求你带领修订的小组有智慧。互同工手册甲信徒手册会当顺序来出版。阮今仔日离东牧区也要去到龙潭做邀礼拜，求你保守，互你同家长、老师同工出入拢平安，有欢喜的一天。听阮的主，阮的年日有限，对出世到现在，阮也时常着达半病，年岁渐济，病痛就时常对着阮的身躯。求你保守看顾。除了心灵的平安，也求你减轻阮病痛的艰苦，甚至恢复健康。也愿阮的性命伫你的面前看作宝贵，医治阮有病痛的兄弟姊妹。也求你互阮教会每一个兄弟甲因的家庭，拢有你的保守看顾，也束缚伫因的工作、事业、学业，也互因有平安健康的心灵。听阮的天父，你从来捌提示阮的祈祷。也互你的慈爱，也无互你的慈爱离开阮。你是阮完全的倚靠。当阮来亲近你的时阵，愿阮会当得到透放。阮的重担要放伫你遮，阮要得到安息。你要陪伴阮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无永远的暗暝。求你看阮行日出。我要用感谢来入你的门，要用娱乐来入你的院。我要大声来学了你的圣尊名，我要感谢你恩典满满，愿阮的心灵拢得到你的保守看顾。我咱的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请坐。做来启用，这是咱做来启用。启用文第51，启用文第51。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会开力。心离开上主，即款人就受咒诅。因踮伫旷野打蛇的所在，无人徛起的咸地。因会亲像风暴被大丛的树。福气到的时，他也袂中。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迄款人真有福气。伊亲像树栽伫水边，
阮宣告溪边，盐这狗也无惊，许悠远清脆，抗旱的年拢无挂路。照常结果子。这是咱请吴英俊牧师来献诗，早安我的主，更爱我主。煞接也请圣歌队来献诗，溪水边的生命树。主啊，我心已徛在，我要用我的心灵而你，透早的时阵亲近你，他日我要而你。Oh God, my heart is steadfast. I sin and made me with all my soul. Awake, I praise you at the dawn. I will praise you in the morning. I will praise you in the morning. 大日我要而你。Assalamualaikum. Assalamualaikum， 真有语言的天分，会晓讲嘛是属于一个恩惠的 reception 的接收。当你听到 Assalamualaikum 的时候，你得爱回应讲吼，我哩讲嘛啥，我哩讲嘛啥，我哩讲嘛啥，哦 ，OK， 你免讲无紧。最主要，我要传达讲吼，我吼足少年人，我看到恁是极其的欢喜，大概是这个意思。几年前，阮的香碧树，美国香碧树去到苏澳，去遐做宣导，中国大陆遐差不多中国大陆的人数较侪东北的遐伫姊妹拢伫 Moscow， 也是伫回教的迄个Dagestan Republican。达吉斯坦共和国，有无有去过无？无啊若有去过，差不多拢是拢是做生意的去遐做中亚的生意。伫遐，因就来讲宣教师，恁来啊，恁得爱会晓讲阮遮的话，阮就讲是，安尼。所以唯独这一句话，请安的话，特别是伫 morning time 的一个时候。透早的时阵，逐人请安，我咧讲嘛啥？我咧讲嘛啥？就安尼足顺意的，你来讲即迄个萨拉玛你讲，我咧讲嘛啥？安尼安尼时阵，放伫礼拜日，人讲你真正是对我足极其的尊称，非常的尊贵的一个称呼，安尼表示讲我甲你好兄弟啦，可以吗？安尼所以用安尼来做请安。兄弟姊妹，我唔知讲，咱透早起来的时阵，当你目睭天开的时阵，你的目睭天开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款？我还想睡，我已经来不及了。哇，那6点半超过10分钟了。哎呀，上班来不及了。安尼时啊。较紧嘞，包啊款款嘞冲去办公室，咁安尼尔，咱基督徒第一个动作第一个思想，谢谢标准答案，就是安尼。当你目睭会当天开，手会当摇者，身躯会当翻身做暖身的时候，迄就是奇妙的灵已经佮甲你同在了，鬼魅的同在，佮叫你怎么 revive your life again， 就是这样。安尼时你的生命今仔日要好好喘气，安尼有奇妙无？有哦，因为即群人伫靠什么会来生存呢？靠啥？那一口气，那一口气就是在靠那一口气在生存了，对不对？是的，耶和华的灵就是吹向我们的，就感动诶。所以唔通袂记。主耶稣希望说爱惜自己啊，爱惜自己。
好不？大家讲啊 ，Good morning, my Lord， 来请者安者，安尼时哈，哇，你我哈今天都有主的一个哈中心思想引导你啊，每一个 path， 每一个 stops 哈，都是哈路径非常顺畅的。第一首诗歌，搞啥我爱主，咱这回来领受。清晨时刻，我的灵已经苏醒了，我要向我的主说 ，Say good morning。清晨时刻，我灵苏醒，向我的主说早安。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向我的主感谢。清晨时刻，我灵苏醒之目，向我的主说早安。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向我的主感谢。将我的心情告诉你，的主看顾，将我的心愿交托你，的主赐福。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生的道路。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生的道路。早安，我的主，与你主同在。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我要感谢我的主，因为我已经什么呀？有感受到我的主，跟我哈要今仔日当踏步当行路。好，后半段咱做回来好不好？即使你不会，我们也歌唱。清晨时刻，我灵苏醒，向我的主说早安。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向我的主感谢。清晨时刻，我灵苏醒，向我的主说早安。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向我的主感谢。将我的心情告诉你，的主看顾，将我的心愿交托你，的主赐福。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生的道路。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生的道路。早安，我的主，与你主同在。早安，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早安，我的主，与你主同在。早安，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今天的每分每秒，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生的道路。早安，我的主，与你主同在。早安，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早安，我的主，与你主同在。
大家拢请呗，请呗。当这群人是我的朋友，来拢听歌，无这位敬拜，这位目睭来哈，大人哈看仰望啊，耶稣的恩典就在这个一个圣殿的会堂里头。我发觉我拿起围裙感觉说你们真的很会赞美歌唱哎。我写这条歌写到要死，恁差我1、2分就学的啊，写到拢要分的啊，音乐制作很难创作从没有到有，感觉要把它归纳成一个曲子的一个系统不简单，直到出版不简单。迄就是你代表我这只细只鸟细只羊小小只羊怎么样？做什么动作？每天做什么动作？吃饭。有人说对了，哪一个对了？不是，刚才有说赞美，这也是你讲了，你讲了，你是我的朋友。我讲我定定你体会，定定去骗耶稣，骗耶稣，给我的味是变什么味？我这一条这个宣教之路是什么味道？艺术之路、宣教之路结合起来的时候，到底有什么路可以去做完整的一个回应给耶稣？找到了这一条路，我们侍奉团已经走了20年，所以今年满20年，在美国成立20年，拄到20年，真感谢咱的牧者，陈碧芝牧师。我伫10年前偶然机会带着一个布农团从台湾出发到美国巡回演唱，拢是阮做全程的一个接待。然后呢，我跟那个牧师这个报告联络讲我是什么人有什么款的事工敢若袂歹看 LV 迄个方向张了教会我都去一下就 OK。原来当牧师是阿萨利的牧师。唔是老，当我看到了这无老，这是少年的，对不对？有魄力，有内容，对不对？所以安尼时呢，我讲每一个耶稣在更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预注点就是讲在迄个地点都已经踩好等到某一个时间来的时候，整个宣教的内容就啪就进来了，就好诶。所以感谢一下恁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特恒嘉南教会对不对我们宣教以往的记录好像去年我有回来，也到台南的嘉南长老教会，搁较早以前足早屏东有嘉南长老教会对不对？所以。咱台湾是不是就是3个嘉南长老教会？即摆有4间。高雄安尼高雄我爱去拜访，我爱去唱，因为我真的好，谢谢你来介绍。嘿啦，安尼好，反正嘉南地我通通要唱，对不对？嘉南教会、嘉南美地，通通都是怎么样？好的一个歌唱的一个地点，好的。这样的，因为上帝的灵已经踮伫恁内底我伫细汉的时阵，我捌学着一首歌，恁注意听，我喊一下好，猜得出来吗？我讲对，你们比我应该还要年长嘛更加熟悉我是属于中生派的，但是我的台语罗马字学了完袂歹虽然我这个20几岁就出国了但是我的生命是伫高雄长老教会遐栽培起来的这个经济。如今40-50年经过了，我还活着干什么？活着赚钱吗？
没有啦，学艺术啦，学升学了，哪有什么钱好赚？但是哈，我赚的很多，生命的友谊，生命的灵魂，我赚很多。我的朋友太多了，宣教的一个哈，可能有好几万人已经听过我们的香柏树的一个见证，有没有趣味？所以我写就这西瓜，我伫美国遐唔敢好浪费时间，所以我写了这么一首诗歌。一首诗歌是什么？回应啊，天父给我的。耶稣听我在明，因为记在地，嘿嘿，细汉囡仔，若有体恤，耶稣为救，有什么？有体恤，嘿，好啊，华语版的大概是主的刚强主刚强啊，大概是这样哈。这个前半呢四句话这样的哈。是啊，想不到40-50年呢，经过之后呢，哇，这个旋律又冒出来了。我的哈写这首，我就感觉足感动的。不是这首时间，这首歌哈感动是耶稣的灵在我哈人生的每一个读书的一个阶段，包括我20几岁。新人伊毕业了，我伫马街音乐部伫遐服侍差不多4-5冬了，去芝加哥音乐学院读册，险无性命，因为压力足大，非常大，演奏是钢琴演奏，搁读英语的，英语的英文版的一个音乐哲学，那个音乐学，西洋音乐学。足侪的难处，足侪的迄个苦啦，耶稣就帮我顶过来了。我写这首，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回应而已。咱做回来领受。生命伫做笑啦，照水形象立作奇美，有主当行，带我向前，伫我的生命正做奇妙，我希望专心听主。心给有个我挂，为那听你，个个听你，哦我的专心，那听我做我听你，专心听你，因欠兵地球，他专心做你，为那。Is in your hands, Mother to be your best long life journey. Let me forward.
creating me a call over my life like a whole. Your sentiment feeds me, life you depart, life you more depart every day. More of you God, oh I love you, oh how to live within charity honest. Pour out my heart, love you depart, love forevermore. I want to love you more, Lord. 主我听你，专心听你，应谦卑祈求，他专心听你，为我听你，我靠听你，我愿意听主较深。我愿意听主较深，我愿意听主较深。这首诗歌内底，就已经讲出我安那受，迄个创造我生命迄个主安那打捏着，是不是？不是讲单单给我生命而已，他还塑造我，因为我是依靠他啦，只因为这个理由，因为我是要带俄罗的，阿门。咱每一个人的性命拢生啊足好的。但是有的人哪行哪歪，歪甲唔知影上帝伫啊怎啊，幽怨伫听伊，足侪人。所以咱今仔日会当啊入来会堂来接受即个福音来敬拜神，真正是真好势。下面有一首诗歌，对我的生命，即个作曲家的生命是真好，甲今仔日的信息是非常吻合啦。我们要唱诗篇第一篇第一节甲第三节，所有人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俄罗上帝这赞美者的这些地上的百姓，拢是要俄罗来耶和华，咱做为来领袖。
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以赛亚书41章18节到20节。以赛亚书41章18节到21节。我要伫臭大的山顶开江河，互山谷冲出水泉。我要互沙漠变作水池，互打碎的地变出泉源。我要伫旷野种碧香树、金合欢树、丁青树、橄榄树。我嘛要伫风暴栽种松树、山树、黄杨树，互伊变做树林。安尼人民看到就会明白，这是我上主的作为。因会体会会了解，这是我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创造的意象。这是咱请吴牧师来讲道，题目是树的赞美。现在咱搁一遍用心来到咱的主做一个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你已经将阮的心安搭，甚至引带阮的灵入来伫这个圣殿，求你阮安静领受今仔日最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对阮的生命、对阮的精神、对阮的启动、对阮的路程、对阮的未来的脚步，拢有安稳的作用。愿你来听阮卑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免。今仔日我是前几日来打转来，好，那转来了无偌久吼，我就感觉讲呼吸有点不顺畅，没有 COVID-19， 绝对无发烧，就是有吼安尼啊，呼吸有淡仔喵喵，所以头带我有打吼咱的执行的长老吼，安尼吼。有在伫祈祷的中间拜托讲吼，为我的医生来讲吼，你这转来对国外转来吼，你这是老人病啦。我听着老人病吼，我就很不舒服啊。把我归纳，看我的资历，病历吼，你差不多67啊、68啊、70啦，70完安尼啦，这种血骨拢会出来啦。吼。讲一个吼，我讲，我今仔日要讹了上帝，咱哪当下句，对不对？这一口气就是为主而来哈，因为主已经兴起我的灵了，对不对？阿门。系啊，已经有我这口气就是要迄个大来啊，向耶稣讴歌，唱极大的赞美的声音。所以安尼，我头仔唱3条，感觉讲，祈祷有效哦，特生的。长老嘛吼，陈长老嘛吼，陈长老祈祷吼，拢有诚通咧，张长老，哇安尼认唔着人，歹势，长老拢会使，好不好？抱歉哈。所以你要看安尼，上帝就会这样安稳我的灵，尽管歌唱嘛，唱啦，你预备了什么，你就把它呕出来，叫出来。把它是吧散发出来，是这段咯。我安尼迄个用这个题目啊，是啊，树仔的讹乐。听着讲树仔伫讹乐，树仔伫唱歌，感觉有一点不合逻辑。来，我问一下，认为树仔会唱歌的人啊，举手一个。树仔会唱歌哦，不是按照生物界啊安尼。搁真侪人的面顶拢有咧有的人搁第2次、第3次举手没有看到。对，您讲yes， 肯定的时候，安尼我较有动力通去讲的，因为举手的人是我的朋友，无举手的是静观其变，对不对？在那观望，无树仔确实有伫呼吸、祈祷，有咧生存，有咧学乐。根据因为我不是生物学家，我不是植物学家，我不是科学家，我不是研究大地的迄个地质，但是我坚信上帝所做的万物拢有万物creatures 拢会移动会移动的，就是有在呼吸，会在用他们自己的呕的方式会呕
悟出他们家己的声音。好，那安尼时候我就敢讲道啦。阮洛杉矶，我住伫加州洛杉矶定定拢哩欠一项物件，欠啥？水啊，欠水啊！每一年差不多1月到3月若水落迄落落雨无够的时阵，哇，就感觉讲哎，拢会今年夏天不好过，市政府会讲限水了，民生用水限水了。是啊，这个民生问题欠水无水，兄弟姊妹，你会担心袂？我咧想讲大部分的台湾居民袂，恁是老实在在，因为台湾是定定落雨区、落雨的地区，所以无啥咧欠水，所以就袂有这种欠水的烦恼，会无？有无？你会烦恼欠水你是南部OK， 但是你现在住伫桃园你嘛享受到水安尼OK， 好。所以安尼讲的时阵，欠水你也感觉讲哎呀，无水只足无方便的。但是有的人会感觉真正无啥物差，逐工出来，迄落我逐工迄落啉一个迄个简单的迄落还不到几 CC 了，我就能活了。所以迄个资源会感觉讲迄落每一个人会无共款。当咱看第一个图片，好来，你会感觉讲，哎呀，先有这个迄个这只牛出现，以前伫美国时有一个广告一只牛后面哒走过，吊一串字 GOTMILK，对倒面佫出来，拢无讲话，都没有旁白，但是就只有 GOTMILK， 这是什么意思？Got the milk？ 你有伫啉牛奶无？每一年每一遍若有倒来伫迄个咱故乡的时阵，我就会行入去伫711号，711号。嘿，我就主动足主动就行入去选我爱啉的迄个瑞插牌，我无咧讲过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林插银安尼，迄味拢感觉很吸引我，回乡的我，所以这个图片就你讲搞得咩个？你有咧啉这个牛奶无？这个广告讲你有咧啉过1摆的牛奶无？大概是安尼。好物件，你有伫搭接受无？第二个来 ，next， 你看，这个是几岁囡仔？2、3岁尔啦，安尼，是伊咧做什么？伊咧跟人赛跑，就穿了，有影，好喘，不是伊咧做某一个有深度的思想的一个动作，这啥？God praise God meditation。你冥想了吗？你有去做这么很有意思的一个很有深度的一个想法吗 ？God meditation, God praise， 这就是要提醒讲兄弟姊妹，你有咧祈祷无？大家点点。你有咧帮善人无？大家点点。你有咧对牧者好无？哎呀，不确定呢。你有来聚会无？除了家的人以外的人无机会，对不对？你有咧传主互你的领受的这个你已经享受到的迄个生命的福音无？你有咧传无？你看，讲到你唔敢，真的，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这样你有咧做安尼一步一步咱愈活愈无意思
愈啊愈毋知影讲迄条路是啊足坚固，是足好诶。迄个内底入去内底吼，会互人得到帮助，相信吗？生命的宝珠。所以伫遮，我就是用安尼以赛亚41章诶18节、20节来做咱诶今仔日诶吼所有生命诶启示。伊要讲，我要伫无草诶山坪来开即个江河，伫山谷中开泉源。我要互大地变成有水泉，我嘛伫旷野面顶种碧丘树、竹叶树、公念树、野橄榄树，我嘛要伫沙漠搭桑树、杉树，而且黄杨树做花栽种。第20节是我的等下的结论，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这是以色列的圣者所做成的。这三个这个经节的时候，会当引带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会规个生命的路程。头拄咱有听到圣歌队吟出圣诗这个诗篇的第1篇第1到3节，无趁无行歹人的计谋，无点罪人的道路，嘛无坐伫侮慢人的座位。因唱了好无？大家无同意啊！真疑惑了，还等下好像还要再唱一次他们才会满足啊，满足。对安尼，上帝的仆人大卫伫诗篇第1篇第1节的开门见山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你看，有几个无？3个无。这3个无是我的囡仔，我的2个囡仔细汉的时，我常一直爱因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他们的中文、英文、台语拢袂歹。所以伫遮伊讲他讲怎么一个上帝叫我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不能这样，好像限制很多呢。用把上帝拢就爱惯人的呢。对儿童发出来时上帝有伫搭咱管理，你要互伊管理无？唔敢讲。是，我讲我袂。我就是有互伊管理，所以我还愈读册愈行通，因为我已经读出艺术的一个很多的一个哲理了，艺术、神学个啥学识的这生命，已经是悟到了，都会一步一步来，到最后，伊要亲像一张树栽伫溪水边，是不是？栽伫遐要创就随在你我来种的就好你要挖就挖，唔挖你就孤打，是不是？他有保证，按时做什么？对啦，就实在的，因为他是这句话了，搁迄个下一个动作拢是品质保证。过来，叶你的叶没勾搭，最后用那句话收了所有的一个动作，你所做的拢行通尽都顺利。哇，每一个结构拢是足迄个有迄个次数。伫遮诗人一开始就开门见山，提到3个唔通，这3个唔通其实是对咱有利的。毋是大咱叫咱毋通做啥做，限制，无伊限制是一个好的因带，同意无？阿们？是是对咱的生命，咱要成做一丛会大丛、会成长的树的时阵，迄个生命得顾掉，迄个基、迄个什么棵就一定爱来养大巨大的树干，安尼。来生互伊好，毋是生咧弯弯翘翘，爱生互伊挺直，生
生活的品质，啊咧，唔惊大风来，唔惊什么款的挑战，会当抵挡大风的一个挑战。当然，第一点，树仔的功能，咱第一点，树仔的生命功能，成长的环境，成长的条件，已经提供互咱真好的资源。我逐件飞机若要接近迄个台湾的时阵，领空，我就开始我的脸向台湾岛屿伫欢喜祈祷咯。恁出外去，若转来时，快接近再过1个钟头就要下降咯，有无？有听到无？有啊！哦，表示讲台湾我的故乡到啊咯。是，安尼恁有欢喜无？这就是咱住伫遮，一款的好土地、好的资源，恁已经住在蒙福之地了。阿免？对啊，蒙福的所在是真好的生长的条件、生长的环境，这资源你已经伫使用啊。第18节近光的高处，你看什么叫近光的高处？就是什么生命拢无的时阵，要开出一个江河出来，有一个资源出来，有一个水泉出来，很 amazing， 真奇妙的一个文字。上帝已经赐你有好的条件，有充足的本事，有够额的本事，有够额的资源。请问兄弟，敢有好好去使用恁的文字咧？这是我的第一点。第二点，树仔的鹅肉生命颂赞生命。不是来赞美，不是来夸耀向别人夸耀自己。会当救拔我的主，那个救拔会当打我的生命，在我低谷的时阵，拢陪我同行的那个主很重要，那个主可能要陪我继续陪我10当，有无？有可能我这班的会搁唱10当无？会无？甲我讲者好无？会感谢啦，我20当就好啊啦。对不对，牧师？20当你差不多搁40当啦。因为你的能量比我还要更加底座，更加的有那个资本资本是啊，咱活伫俄勒的这个生命环境内底，就是要活出上帝给咱的养出巨大的那个生命树，可以吗？可以啊！这个生命树伫遮已经应允啦，伫遮伫19节，以赛亚书41章的19节，遮有几丛树啊？你来算算诶，今日34，7丛。好来，兄弟姊妹，你要选倒一样，介意倒一丛？橄榄树可以压榨橄榄枝、橄榄油，蛮经济的。小无，因为牧师一般阮做传道人碧香树，迄个有应允讲碧香树可以种唱歌咧，可以让久来做上帝的圣殿的大条咧，偌好个呢。所以阮拢要经济，阮伊个传道者，阮拢要经济安尼。当然其他阮袂歹啦，其他无论你经到一种哪一个种类，上帝拢要带你做伙栽种。做伙栽种是什么意思？你是女的，嘛是要来栽种；我是男的，嘛是来栽种。从我小时候安尼长到到的大汉到即卖时阵我已经行太多了，有浸信会，嘛有迄个路德会、卫理公会，还有灵粮堂。灵粮堂的复兴非常非常明显，安尼是。所以这就是上帝圣灵伫达咱栽种讲无共款的方向路向，但是拢是伫咧大范围的上帝国内底做伙栽种。我逐件想着安尼时我就一直足感动的。我是阮兜的同尾同细汉的，阮兜阮爸爸是传道人，有7个囡仔，我是排第7。第7个时我
国小吼国中的时吼，定啊考英语啦，还是啥物考试吼，都拢会感觉讲奇怪，啥人拢无迄个阮爸人啊讲，你哪拢无安尼啦？你是有咧读册无？你拢袂考前3名，人恁个个拢吼2名、1名、2名、1名。我讲我有咧读啊，我连10名都冲袂去入去啊！安尼免怎？阮爸讲有读就好，有读就好，好到在伊的话有安慰着我的心，有无？恁做老爸有安尼带恁的囡仔恐吓无？恐吓压迫讲你若无答这学期考到第3名哎哟，皮较疼啊！无，阮伫美国咧教囡仔时我就讲嘿，有进步就好啊！人个阮查某囝他讲，哎呦 ，Sweetie 和 Daddy， 你怎么那么都不会管我们？我讲怎么不会管你们？我希望这个偷偷的管你们都不晓得。咧，是啊，上帝互咱的资源，唔管你安那，你伫摆伫后边，拢别大咧赶到这个行列里面，这个就是一同栽植，可以吗？阿们，做伙栽种，无论你是老的，还是即摆少年的，有迄个90岁伫现场无？伫遮90岁，足侪100，上帝祝福，真正。你的娱乐的人生今仔日敬拜了你还阁足久长的还很长很长所以上帝给我们的环境，只因为一同得栽植。阮老爸呐，真正迄个即摆已经无伫台湾啦反正呢回去耶稣那边注册啦伊知影讲我世界咧娱乐，世界咧传福音，世界咧报道的时阵，世界咧运用文书的时阵，伊欢喜噶，伊会足欢喜的，欢喜讲即个慢仔囝第7个无去落车链。什么叫做落车链？吊车尾啦，吊车尾啦吊车尾啦，落链啦，落链是的。所以我伫遮有准备了无论你经什么树千万唔好经着along singing 单一声音。上帝如果带你这个人囥伫沙漠讲带你种的，规个沙漠，当你一丛树你唱1天2天，1个月2个月，你会抑个抱欢喜的心还是会感觉愈唱愈无力？回答一好无？愈唱愈无力呢？你有愈啊？你异于超人啊，异于常人。你爱去找迄个祈祷的伴、福音的伴、有生命的伴，但是毋是家己好尔。一丛树你若定定迄个家己迄个娱乐上帝也可以啦，但是来集体歌唱更好。集体安尼有修乐有敬献有做伴 ensemble fortitude， 这个叫做坚韧不拔 fortitude。你去看我迄个迄个钢筋就知影讲原来这个迄个 alone singing 是solitary 是孤寂感的你若要选这个 ensemble fortitude， 哪一个会越唱生命越洪亮？愈有迄个生命的伴。好，第3点，树是要活出这个价值，生命的价值。日暝善事，效法律法的人，结果子会结出有使命的果子，大概是安尼。日暝善事唔是讲你结果是主我的果子怎么都结不出来，无。迄就是你无咧 meditation deeply， 爱定定日暝善事耶和华律法的人，这款人会得到啥？主的福气，会得到主的福气，会得到主的同在，会得到主的福，这个福会当然称大，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这是以色列的圣者所做成的。你看，伊的说看起知影思想明白，这是有步调的。
所以上帝给咱呢是一关一关的哈，这个栽种需要这一关一关哈4个步骤的爬升，遵行伫上帝的哈命定中。安尼咱就哈对迄个诗篇第一篇1节到3节，啊个哈以赛亚书啊41章18到哈，这节对照一节对一节，一节对一节哈，相当的哈提醒，相当的提醒讲哈，咱的生命是上帝伫达咱哈日日管握，日日栽种，同意吗？阿门。嘿，我就是安尼，我搁唱无几人，就差不多2年，搁就要70岁啊。恁看我有成70岁无？无吼，我没有伪造证件哦，我可以拿给你们看哦。上帝给我的啥？青春活力，青春活力，同意无？阿免，阮传福音的人，我拢啊靠一口气，就是上帝打分这口气入来呀。啊，只要有上帝一口气吹入我的哈北来时阵，我的心中的时阵哈，安尼我就符合结论咯。因为我是属伫啥大山小山结果子的这树木，一切的碧香树，一切野树哈，这个肥鸟、少年家还是未结婚的，拢着爱学乐野花。啊，我就是属伫即款的迄个碧香树，也是这个少年家对少年家开始，就是互上帝来哈栽种起来一丛树啊。这丛树啊，已经哈到世界各地来开花结果了。咱这回来看一个啊影片啊，短短的一个影片，阮的香柏树哈，美国的香柏树啊，国际音乐曙光这个短片来。天天感谢，天天喜乐，天天赞美主。虽有创伤，虽有挑战，我却不躲藏，不再畏缩，不再自我，让主来掌握。只要感谢，只要喜乐，只要跟随主。不管心情，不管环境，只管亲近主。只愿撒种，只愿传扬，为耶稣而活。铭记耶稣，直奔标杆，让生命挣扎。只要赞美，只要歌颂，把握此时刻。哈利路亚，万事感谢喜乐。我要感谢，我要喜乐，感谢喜乐，我领了它。哈利哈利路亚，天天感谢，天天喜乐，天天赞美主。虽有创伤，虽有挑战，我却不躲藏，不再畏缩，不再自我，让主来看我。只要感谢，只要喜乐，只要跟随主。不管心情，不管环境，只管亲近主。只愿撒种，只愿传扬，为耶稣而活。听进耶稣，直奔标杆，让生命挣扎。只要赞美，只要歌颂，把握此时刻。哈利路亚，万事感谢喜乐。我要感谢，我要喜乐，感谢喜乐，我领了它。哈利路亚，天天感谢，天天喜乐，天天赞美主。
这是阮的音乐宣导哈，这20年来哈，到世界各国伫遐做音乐报道，还是迄个新人院的这个教导一个路程，所以简单互迄个大家会友了解阮希望会当得到恁的感动，有感动的兄弟对阮的支持，所以阮教会有温准牧师有讲会使阮的迄个鸿雁地放伫周报内底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恁就写落迄个恁的主旨，还是恁的大名金额偌济拢无要紧，拢是集中起来对阮的下一个路程、世界的福音的这个报道宣导的路程有帮助，有帮助，所以我们要往第21年走了希望会当得到恁的这个听心的支持。好，多谢我用一个诗歌来做一个结束一个千万个祝福来带恁祝福者。全地眼光，耶稣迄听感动我，思归花开，你爱情赢过酒香，全地眼光，耶稣迄听感动你，思归花开。你爱情赢过酒香，雪润的玫瑰花，山中的百合花，发出圣洁的全芳生命。雪润的玫瑰花，山中的百合花。发出圣洁的清芳生命，将我爱情献予你，必然那有白手，献出我千万万的祝福。雪润的玫瑰花。山中的百合花，发出圣洁的清芳生命，将我爱情献予你，你的那有白手，献出我千万万的祝福。好。咱唱一个迄个回唱诗，我是耶稣的宝贝做一个祈祷的结束。好，是不是牧师爱请一件？安尼好，来回唱请记得迄个圣乐队迄个大声吟引带回唱。耶稣听那春天的雨，耶稣听那春天的雨。愿那我的心满足我心灵，耶稣的听那心灵的风，我只盼你看满我心灵。耶稣听，耶稣的听那春天的雨，愿那我的心满足我心灵。耶稣的听那圣经的风。我只盼你看我心灵，我是耶稣的宝贝，因为你永远等候着我。我是耶稣的宝贝，你永远款待我。我是耶稣宝贝，我是耶稣的宝贝。因为永远地扶持我。
耶稣，认不主耶稣，我就大福气。我老宝贝受命命，伊对是个我，使我心起命。我是主耶稣上好宝贝，心肝宝贝。我是主耶稣心肝宝贝。咱做位祈祷。主要话，阮经过学了，经过祈祷，经过领受上帝予阮的信息，这每一字、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旋律，拢是要予阮这张手啊，会当得到活命，得到活水。阮感谢谢，阮的生命伫你的手中看作宝贝。感谢谢主养赐阮，用你的慈悲，用你的恩典，予阮来大汉。每一礼拜拢按时来入开你的圣殿来敬拜，这是阮的福气，这是阮永远活的一个应允。愿你来请，安尼祈祷，感谢谢，拢是靠主的圣名来求，阿门。好，耶稣的宝贝，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慈悲请堂的阿爸爸上帝，我们感谢俄罗你，伫过去这一礼拜，保守阮兄弟姊妹，拢有身心灵拢有得到帮助。这时，众兄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将你所享受的金钱、时间、才能，求主感觉，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是请副村长落来报告。各位兄弟，咱先来介绍咱今仔日来宾吼，林志亮弟兄。好，走出去啊吼。咱那个今仔第一届来教会无？好，那无咱来看咱今仔日的这消息的报告吼，来。今仔日是做香碧树的音乐国际宣道事工的分享吼，咱感谢着吴牧师前来咱遮宣讲来请安甲报告，咱请咱兄弟姊妹咱来关心，甲着带祷甲为因奉献。伫楼骹有做牧师创作的这诗歌的谱甲着 CD 吼，咱会当用事工来支持伊吼。我代表教会，佫一届来多谢吴牧师的勉励。后来，咱这个插花的这个培训班吼，七
7月、8月是开初级班，啊5月、6月开这个进阶班吼，啊毋免学费，总是这个材料你也开始准备吼，你若有意向的，啊你到一楼的公布栏吼来伫来登记来。好，啊，祈祷会啊，即礼拜拜三暗时8点到9点，伫7楼的礼拜堂吼，咱的主理啊是陈敏哲长老吼，啊，咱欢迎兄弟姊妹做伙来吼，做伙来经历上帝。后来宋大有一个讲座，4月15拜三吼，10点半到12点，啊，伊的主题用找到生命当中失落的祝福，啊，圣经当中的心灵医治的良方吼，啊，咱讲师是邱雪妹老师吼，欢迎咱兄弟姊妹来参加。志工成长营啊，4月19后礼拜的主日啊，1点半到3点半，伫咱的新堂啊，伊的主题是防灾新力量吼，志工的使命甲着角色啊，咱就邀请到这个黄伯金督导吼，世界展望会啊，你会当扫描 QR code 吼，扫描 QR code 到4月16报名吼。后来咱这个啊，2026一个啊，这个是啊，这个福音协进会啦吼，福音协进会有一个2026的关键面对。啊，4月20日9点半到12点半，我那伫咱教会的33号新堂吼，啊，你会当看到电梯内底公布栏，啊，伫遐扫描来报名吼，啊，是要请咱的主任吼，啊，做达主任来报名吼。后来咱商议吼，德中的商议部啊，4月25拜六9点到12点，啊，伫延美教会毋免报名，吼，也有一个叫做讲座是叫做迎向未知的老化。啊，讲师是周鸿先啊老师吼，你若有意向的啊，咱到苏清长老啊，甲美英执事来报名吼，啊，伊也做准备这个便当吼。后来啊，咱感谢主吼，迄个叫做庄虎华甲邱义文夫妇吼，啊是詹碧云啊做姐妹的后生啊，伊4月7日拜六啊平安啊做生一个红婴仔吼，啊咱愿主啊来祝福，互新生儿平安快乐成长。后来蔡依林啊廖佩仪姐妹吼。啊，夫妇，我那伫4月7日拜六啊，生一个龙凤胎吼，生龙凤胎吼，咱愿主祝福啊，新生儿我平安快乐啊，做成长。后来咱林爱香姐妹应该是万双的外妈，吼外妈啊，伫4月7日蒙主温调，享年98岁吼。咱伫4月25拜六的10点要入念，甲着火化，2点个别礼拜吼，伫咱教会啊5月7日。9点有一个叫做树葬吼，树葬原主安慰的灵吼，甲遗族同在。好，咱要来举行庆生吼，4月份来庆生啊，4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请你到头前来，咱来为因来庆生来唱歌啦吼，来4月份的兄弟姊妹。来甲遮个兄弟啊，来甲因恭喜哦！啊，咱伫酒保顶馆有60名，好，总共有60个伫4月生日，好，我看拄则有4个儿童节，啊，今日报告了，佫加3个哦，啊，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儿童节生日，遮个兄弟，好，愿上帝也祝福恁，好，心灵拢勇壮，好，啊，身体也健康，好，会当继续为主来做工，好，亲像高牧师安尼哦，好，会当世界走透透，好，然后上来唱上帝歌来讹罗上帝，咱做伙来举手来为因来祝福。亲爱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阮为着兄弟大家恁啊，以及阮伫酒保顶馆有教会中间有64名啊，遮个兄弟姊妹啊，伊伫即个月来出世，也来伫遮庆祝生日，愿上帝你也祝福因，互因伫今年中间，互因身体哪健康，互因的工作哪顺利，家庭也哪和睦，有主你的听，甲主你的稳定充满因的每一天，互因当啊为主来做干净。会当来活出主你的性命，愿上帝你也听通阮伫即个所在所献的祈祷，安尼祈祷恳求甲祝福，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那个只拍拍来甲因恭喜，好。
好来，咱来看这个这个金句吼，今日金句咱来读两遍吼，第一个来，安尼人民看到就会明白，这是我上主的作为，因会体会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创造的。以赛亚书41章20节，咱搁一解来，安尼人民看到就会明白。这是我上主的作为，因会体会、会了解。这是我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创造的。以赛亚书41章20节。主的严金祝福的诗，圣诗402首，金诗刷，请陈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天父上帝慈悲疼痛，信心的感动甲充满，甲恁尽大家三甲伫地。愿主的神，互恁会当发出娱乐，亲像一丛百香树，栽伫溪水边，照时来结果子。也愿上帝来祝福伫百香树的音乐事工，通过音乐甲吴英俊宣教师，会当伫世界各角落为主来做干净，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真济。最后一首诗歌是用 benediction 拄着听上帝听来翻送敬会友有即个好的领袖行出即个上帝会堂3分钟咱继续来用接受的祝福音乐。你创造了世界，也赐下了这一份礼物，是我深知的，就是主耶稣的爱。患难不使我与神的爱隔绝，我愿靠主一步一步前行。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就是主耶稣的爱。患难不使我与神爱隔绝，我愿靠主一步一步前行。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就是主耶稣的爱。患难不使我与神爱隔绝，我愿靠主一步一步前行。遇见所爱，重燃我希望是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好，传过去，咱的礼拜足短，但是咱领受的上帝听是足长的。好，团队哈，来，耶稣的爱你拥有了，耶稣听你拥有了 ，OK。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
就是主耶稣的爱。患难不是我与神来隔绝，我应靠主一步一步前行。遇见做爱，重燃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上帝使徒保罗早前的时阵来传过。保罗早前的时阵是安那哩迫害信基督的人，结果迄道灯，迄个光照到伊的生命前，完全改变。咱用极大的声音来学了，好不好？遇见所爱，纵然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拄着上帝听，遇见所爱，重燃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了这咱的领袖才90分钟尔，但是90分钟后礼拜佫继续来。佮更新你的生命，好不好？上帝赐福，哈利路亚，阿门，阿门。感谢主，好，咱今日礼拜到这，咱互相请安，好，愿上帝也祝福咱大家平安。